然后眼泪。阮今仔日我要表演的是感谢歌。感谢天，感谢地，感谢阿母甲老爸，感谢老师甲读册，感谢同学讲好话，感谢爸母一到暝，祝阮生活的一切。感谢台湾这土地，互阮平安快乐真美丽。感谢你，感谢地，感谢阿母甲老爸，感谢老师甲读册，感谢同学讲好话，感谢万物之头的，赐阮生活的一切。感谢台湾这土地，互阮平安快乐真美丽。感谢天，感谢地，感谢阿母甲老爸，感谢老师甲读册，感谢同学讲好话，感谢万物之头的，赐阮生活的一切。感谢台湾这土地，互阮平安快乐真美丽。咱感谢这个老师甲这个囡仔吼，阮真好奇咧吼，咱大家要了解因几岁哈？老师，因这是几年的学生弟？这几年学生囡仔年配合都上好嘛，哦，配合都100斤200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安尼？请问你今年几岁八岁， ？8岁啊，娶某啊未？啥物叫娶某？知？啊，你有女朋友无？啊，有来甲认识无？各位介绍，阮大家熟悉好不好？是啥物人？会使讲无？因为你即摆要升起来小三呢。对，爱保密对不对？吼，啊来，请问你今年几岁？几岁？几岁？对啊，啊你有男朋友无？有啊。讲你莫讲几个？知？算袂清楚对不对啊？这甲我即摆你讲，这尔早就做熟悉的吼。啊，今日你感谢我，你知你感谢什么人无？啊，感谢啥？老爸老母，啊，搁啥？啊，什么人？老师嘿，对，所以今仔是甲武艺老师致敬，对不对？哦，感谢你啦哈，后边要搁来无？好唔好？后边搁来好唔好？
等你变小3的时候来，好不好？好来感谢哈，今仔日这个囡仔这么高兴，今日囡仔生就是咱母语的母嘛。等下啦，老师，张队问囡仔，人今日指导老师，你这老师甲你介绍一个阿东，平常是安怎训练这个囡仔？其实吼，临危受命呢。我来讲，我这个东老师讲，老师，咱要甲无去练，迄个讲做老师记忆，叫我讲做，什么时阵会当迄个？去阮家来教2礼拜。2摆，这第3摆安尼，所以我讲好做，这个做大压力。开下无偌久呢哈，感谢咱这个老师，叫个哈，来搁一届就一个歌声好唔好？感谢你好，来，谢谢，感谢好啦，好，今日，今日敬礼。好，这个，欢迎你再过来哦。来，我倒平，好来，靠这边。就一步行，会了。来，进2、3是，进2、3是，进2、3是，行我一步，搁继续行。